因为气候和今年春天的来至，仍然开花状况无好，只有3-4成，连带造成蜂蜜生产大大减灭8成。不过，全国蜂农却无法度得到农业天然灾害救助。对此，立委陈天辉接到全国蜂农比例上济东山农会进前，4月8号就举办座谈，要来解决争议，要求1个月后要有相关检讨。经过立委持续追踪，终于有了好消息。6月6号，伫农业署等相关单位陪同，确定农业部将要公告，也就是今年蜂农得当申请救助。因为原底办法是无这种没有这个救助的方式，所以咱一定要先去修正，去修正了，完成完成了，必须讲再开一个专家会议再开一个专家会来确认讲。这个我们所公告的，就是讲专线内底，你主要你咧种营养花的这个山区内底有5成内底无开花，这5成内底将近有7成内底就是讲已经就是拢达到这个面积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来公告为全国救助。咱今年要甲大家报告好消息的，咱蜂农已经会当有摕到这个救助，而且呢，因为咱的蜂农拢有登记，所以呢，咱唔免搁去做这个重复登记，咱只要蜂农有登记的，只要公告了后来甲咱的区公所来做这个登记讲你有财损，安尼伊就会做这个相关的程序嘛，免回勘。蜂农面对今年地当因为营养财损得到应该有的救助，同时唔免回勘简化救助的程序，嘛互蜂农表达欣慰。其实喷洒药都会对蜜蜂有影响对这几年蜜蜂都已经很难采到蜂蜜了，然后蜜蜂在受损的情况下，其实会让养蜂业这一块、采蜜这一块就越来越难了，所以有天然救助灾害办法一定是最好的啦。为了维护农民的权益，立委陈天辉强调，伊就是将蜂农的损失降到上低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